演李鼎拍摄客家电视剧，因为一个父子拥抱的画面被要求重拍。我居然拍了一个拥抱孩子的爸爸，我很想拍出父亲直接对孩子的关心，全部的长官都哗然说：“这不是我们的客家。”那其实是李鼎从小和父亲互动的方式。那个不被接受的镜头，让他知道，不是每个父亲都会说笑拥抱。客家父亲用威严的方式传达爱，外省籍的李鼎却在客家话里听到隐藏的细腻情感。为啥你听听而已，都是听听。我说你知道听听这个声音多美。钟爱客家话的叠音，李鼎因此特别撰写专属于女主角呢喃式的旁白。客家话在听觉上多了清新浪漫。云顶天很蓝，让很多人喜欢客家话的那种震动的情感，甚至觉得很潮。偏远学校存废，隔代教养，外籍配偶的新台湾之子，严肃议题透过戏剧手法，让更多人产生共鸣。饰演女老师的姚涵怡，透过李鼎的重新打造，入围金钟奖最佳女主角。而这部戏入围6项，最后夺得最佳编剧和最佳戏剧的大奖。其实清明马该都带不着，马该都留下来。什么都带不走，什么都留下来，对不对？这2句话影响力很不明。其实某种程度，它其实也就是时间过得懂点，我会把很好，时间过得很快，要把握当下。拿到了金钟奖最佳戏剧的肯定，云顶天很蓝，在评审眼中，觉得他在情感的刻画上有如交响乐一般，也就是对爱的诠释，让他可以走出跨国际的市场。时間過得懂嘅，愛把握天下。時間過得懂嘅，愛把握天下。